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到第12节，希伯来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献祭。在献祭的宗教行为，英文我们称为 offering， 但是对于祭物，英文则称为 sacrifice。 成为祭品在传统的宗教里面，我们说是牺牲，意思就是说通常是用牲畜作为牺牲品，为了人，代替人的需要来献给神明，献给上帝。过去在传统的这个犹太教的礼仪当中，也都是如此的执行。也就是说，用牲畜来作为献祭，奉献给上帝。根据在圣经里的记载，这个祭物包括有这个鸽子，有绵羊，有山羊，有公牛，当然另外也有其他的物品，比如说细面出手的供物有调酒的无酵饼等等的这一些。那么在不同的祭物，它有不同的目的，也在不同的地点处理，也有不同的处理之方式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祭物方式，都在献祭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这目标就是要让人跟上帝重新建立关系。前天在主日信息里面，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上帝的羔羊，他降世的目的就是要为了人的罪来成为献祭，为了人来献祭，然后他一次献祭就达到了功效，人们接受他的救恩，就永远不再需要重复的献祭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sacrifice， 也为了我们来做 offering 的动作。礼拜天我们也读到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，圣经说到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弃绝，他忍受痛苦，经历忧患，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。他被藐视，我们不敬重他，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，他担当了我们应该受的痛苦，我们反而认为他该受责罚，该受上帝的鞭打和苦待。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，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，因他受责罚，我们得痊愈；因他受鞭打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像一群迷失的羊，各走自己的路，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担了。他受迫害，受虐待，但他一言不发。他像待宰的小羊，像被剪毛的羊，他一声不响。他被拘禁，受审判，被处死，没有人关心他。他为了我的子民的罪恶离开人世，为了我子民的过犯被置于死地。虽然他从来没有凶暴的行为，也没有撒过谎，他却跟邪恶的人葬在一起。他和财主共
木屑。既然耶稣基督他无罪，为何要受罪呢？其实这个就是代罪羔羊的意思。那我们知道上帝的羔羊，他的呼召与使命就是这样子。因为以赛亚先知又这样子记载到，上主说，他挨打受苦是我的旨意，他的死是赎罪的祭，他会看到自己的后代，他有长久的岁月，借着他，我要实现我的计划。经历了一生的痛苦，我的仆人要重新得到喜乐。他必须知道受苦不是突然。我公义的仆人将因认识我而使众人成为义人。为了他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。所以我要使他在伟人中有地位，有强盛的人中来得到荣耀。他自愿牺牲生命，承担罪人的命运。他担当了众人的罪，为他们的过错来代求。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了上帝的羔羊，那是因为上帝定义要赐下救恩给世人，也因此他就差遣了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代罪羔羊，来完成上帝拯救的旨意。就如同腓立比书的第2章第5到第8节所说的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以自己与上帝同等，却愿意放弃一切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谦卑到死，且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希伯来书10章提到了法律与献祭，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法律所带出来的宗教行为并无法使人得救，生命无法得到改变。希伯来书的概念是这样子的，法律并不是真事物完整确实的模型，只是将来美好事物的影子。同样的祭物年年不停地献上，法律又怎能借着这些祭物使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达到完全呢？因为如果人的心不够诚心的时候，那宗教行为式的献祭就无法达到悔罪的功劳。献祭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去除罪，但是没有功劳的献祭却只能让人每一年都来一次，结果不是除罪，却是回忆自己的罪。希伯来书这样说道，如果敬拜上帝的人罪真的都得到了洁净，他们就不会再有罪的意思，一切献祭的事也就可以停止。其实年年献祭只是使人记起自己的罪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都无法除掉人的罪，所以基督徒应当诚心实意的从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诚心的面对自己的生命，实意的悔改向上帝，让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做记号，给洗净，我们就能够拥有主耶稣基督的洁净生命。诗篇40篇第6节到第17节，你不要生祭和供物，你不要烧化祭和赎罪祭，你却赐给我聆听的耳朵。
所以我回答说：我在这里。你对我的指示都记在法律书上。我的上帝啊，我多么乐意遵行你的旨意。我把你的教训谨记在心里。上主啊，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，我宣扬你拯救的佳音。你知道我要不断的宣扬。我不曾把你拯救的信息据为己有，却常常宣讲你的信实和帮助。在你子民的盛大聚会中，我没有隐蔽你慈爱和信实。上主啊，我知道你永不收回你对我的慈爱。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始终支持我。我被数不清的灾难围困着，我的罪过追上了我，叫我抬不起头来。罪过比我的头发还多，我已经丧尽了勇气。上主啊，求你救我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愿要杀我的人失败狼狈，愿对我幸灾乐祸的人失望蒙羞，愿嘲笑我的人都惊惶败退，愿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欢欣快乐，愿所有爱慕你拯救的人不断地说：上主多么伟大！我软弱无力，但主啊，你仍然顾念我。你是我的帮助，是我的拯救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蒙恩受呼召之后，愿意以我们的生命见证作为火祭，献给你做荣神益人的见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